来这件是发生伫新北市，昨暝10点外，一个35岁男子赛车为大直要驶到沙丁堡，一路上是安尼欢冲直浪，将近10公里的路程，驶21分钟，是发生7架的车祸，拢总共弄到6台的汽机车，甲2个骑士来弄着伤，上尾是甲车开弄入去大大的后巷，弄着路树，才总算来停车。这个驾驶讲，伊是因为心情无好，阁有食爱困药啊。警察是伫伊的车顶敲出着一支改造的手枪，甲3粒的枪支。一个骑机车的人当红灯，煞扣一台弄红灯的轿车弄着，驾驶阁险驶去人行道，过无偌久，阁发生第2摆事故。穿白衫骑车的人嘛，扣弄着，规个人摔倒伫咧涂骹，就含安全帽拢弹出去。骑车的民众紧行到路边，驾驶嘛是一路直直弄，尾弄要去大大学校内底，弄着路树，才停落来。嫌犯坐起咧警察车，吵讲要找律师，伊驶迄台车车头冒落去，把规个弄到海去。这个事故就发生伫咧10号暗时10点外，姓陈的驾驶先伫咧内湖路和北安路弄着2个骑机车的民众，煞咧阁下着一台游览车和3台轿车，伊一路走要10公里，加上家己阁出车祸，伫咧21分钟内就发生7摆事故。你在干嘛？大哥，来上来看。警察赶到现场，发现驾驶规个人失神，甚至伫咧伊的车内敲着一支枪和3粒枪支。陈姓男子精神恍惚自称服用安眠药前案依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、公共危险肇事逃逸依法移送台北地检侦办。这个驾驶无前科，嘛无啉酒驶车，现在发生事故，会阁继续调查，看伊敢有吸毒。枪是为倒位来的，嘛无甲警察交代。查甫人半暝早穿，伫咧台北市街路驶车，小连续弄着6台车，加在无发生受严重的伤亡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